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恁敢知影内面有啥？就是宝藏。就是宝藏，而且内面吼，还有一个石门神。石门神吼，等下替咱开门。你敢有想要入去摕宝藏？想要。有较细声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想要。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想。啊，是啊，好，石门神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，驾驭山珍海味的直走的。哦，小朋友，看起来非常的活泼咯。最近哦，伫厝的婴儿拢在看电视，拢看到一寡山珍海味的料理。哦，这个山珍海味的料理哦，是满是，我唔知影要为倒一间开始食起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你敢有食过啥物山珍海味的料理？肉丸甲肉粽，一个海胆，恰粽，恰粽。海胆甲恰粽。哦，恁两个有够捌食的哦，拢食海产类的。通拄啊，介意食恰粽这位小朋友，请你大声讲出你的小外号叫做啥物？恰粽味。哦，叫做恰粽味啊！恰粽味啊！你的台语讲甲真标准，那呢，今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台中家人乌家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毋是讲想要摕佚佗物啊，想要摕佚佗物啊，佮想要摕宝藏，就要问伊啦。啊，你那笑甲安尼，你是？哦，够赞的啊，好食好食。毋是笑甲足欢喜的呢。那就很欢喜，有想要食无？无。我甲你讲啊，我等下转来台湾啊，最近哦，迄去国外拢食袂习惯因的物件。嘛是咱台湾这泡面这个滋味啊，上着味啦！台湾味啦！台湾味啦！安尼头前有听到有一个人叫恰粽味啊，是倒一位啊？恰粽味啊！哦，你是恰粽味啊？你就爱食恰粽啊？是海大棍。你是海胆？海胆。海胆棍，你是恰粽味啊？你有爱食海胆吗？赞哦！安尼我问恁啊，若伫厝诶会煮啥物料理，会互恁足爱食的无？下面你有爱食啥物无？伫厝诶？肉粽。肉粽包肉粽哦。哦，啊，咱的小爱咧，你爱食啥？伫厝诶？肉粽。你嘛是肉粽？爱肉粽。可能50、20拄过无偌久啦，哦。啊，咱的朴君呢？伫厝诶爱食啥？伫厝诶我爱食白饭。白饭哦。啊，白饭会配啥物菜？鱼啊。会配鱼啊？因为海产类的啦。啊，咱的恰粽味啊。恰粽味啊，你爱食啥？伫厝诶？鱼啊。鱼啊！今晚要甲恁考试哦，第一关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好康斗相报，一个人先投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题目，其他队员换球台，甲球扔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讲到山珍海味，大家敢知影拜拜嘛有伫拜山珍海味哦？我讲互大家听，山珍就是金针、木耳、冬粉、香菇甲笋干，啊海味咧就是盐、海菜、海带甲一寡素料，
一般山顶海味拢是摕来咱拜神明啊、拜天公用的。因为一般哦，咱想到山顶海味，可能拢会想到是粗的，啊，毋过嘛是有素的。若免杀生，搁通啊摕来拜拜，毋知偌好咧。好哦，即摆要来甲恁考试哦，考甲山顶海味有关系哦。现来噶，好，开始啊！先徛这个所在，好，较悬咧，手较悬咧。哦，对，哦，过来过来，手也较悬。较我小挂好啦，较我小挂。哥哥听哎，瞄准瞄准瞄准！哥哥，这里紧来。哇，第一题。速度，哥哥，较紧的。较紧的哦，当放稳。卡比的台湾大地。好，手快慢咯。好来，对。加油啊，刷过面嘿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加油！小爱加油！心过啊，来，紧，对，过来，开始，哦，倒三缸哦，还没开始，倒三缸，哦，来，这个，嘿，超奖，好，来，轻起来，唔好用，帮我轻松，嘿，帮我轻松，哇，对，你去甲 Q 球，你去甲。好，对。这几项物件是规矩。规矩，好来，题目出来，你们选哪一个？这个哦，往来。好，往来，紧的，英讲，直接讲啊，来刷，哎，这，不掉，剩30秒啊哈！你等啊！啊，无掉。伊是一种会当食的鱼啊！紧，时间要到未？时间要到，加油！鱼啊，你对。啊！差一点嘛，无要紧，咱运动加精神。哦，差一叔叔啊，真正差一叔叔啊，到底得到几题？现来噶。伫第一关恁得到几题咧？咱做伙来看卖下题目甲恁的答案吼。来哦，做伙念哦。当烤味的台湾料理。啊，恁的豆腐。会对，是臭豆腐还是寿司？你感觉答案是啥？臭豆腐哦，嘿啊，咱就正讲咱台湾料理，臭豆腐。啊，你有爱食无？你有爱食？阁有人爱食臭豆腐？哦，大家拢爱食臭豆腐。虽然伊淡薄仔臭，啊，毋过迄种臭香的感觉，哦，实在是足好食。咱来看卖第二个题目，倒一项物件是规矩？是往来还是倒顶？哎，对，无毋对，是往来。啊，恁嘛是选往来对毋对？哦，安尼就对啊，真好。倒顶是啥？敢知？是啥？是。哎，倒顶是死啦。好，咱来看卖第三题，倒一种是会当食的鱼啊？第一个答案是啥？五桂鱼。五桂鱼也是烤鱼，恁感觉？五桂鱼，真后对，五桂鱼。啊，烤鱼就是咱的木鱼啊。咱伫咧庙的有看伫迄落，烤，迄个木鱼，就叫做烤鱼。好，咱即摆看卖恁钓到几题？拢总钓到2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半个嘛袂歹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后一关继续加油者，看有法度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咪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啊，讲到好料的山顶海味啊，有一出菜哦，一定要介绍，叫做佛跳墙。
有迄落笋干啦、蚵仔啦、辣子啦、干贝啦，啊，搁有鸟仔卵啦、猪刀，猪刀啦，哇，足侪料拢放在内面的啦。或者佛跳墙哦，绝对是山珍海味，一定爱食，不管是山的还是海的，拢食会到的气味啊。哦，即摆要考啥咧？第一个题目来看真少哦，请讲出什么是甲海讨的食物？准备接触现代家。海参，啥？海松，海松，第一个就乱去来。鲍鱼，哦，水，鲍鱼，好，龙虾，龙虾会用的，毛虾，毛虾对，毛虾，我的好朋友赤砧，赤章，章不是章哦，是章，海胆，海胆好，乌龟鱼，桂鱼，哈，够活过啊，海水哦，伊半海水的哦，虾啊，虾啊对，虾啊对，哦，我这吃，鱿鱼啊，鱿鱼哦对，鱿鱼，套丢，透抽对，透抽对，伊拄仔讲跳跳，跳，小刚啊，你小刚，你真正有够，小刚啦，伊甲你答案讲互你啊啦，你真正是吼，足见笑的，是安那？你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甲你教，咱来 PK 一下。好，真有机会。题目无共款哦，咱坐起就知影。好，来来来，准备好啊！好，这题目真简单，就是请问你台湾的好食物，台湾的好食物，像迄日本迄sushi就无算哦，啊披萨的，披萨嘛无算，啊意大利面的，迄无这算无算哦。哦，啊不，安尼卤肉饭嘛是算台湾的好食物啊。好，准备好，开始啊！现那个，蚵仔面线，好，蚂蚱，对对对。就该食肉。肉丸，卤肉饭，伊讲卤肉饭，肉饭哎有啊，有，加在，土特鱼羹，哦哟，赞哦！鸡肉饭，鸡肉大饭。肠加伊足有名的。哦，我想看卖，啊不，猪血粿，蟹，大包，肉包，肉包。哦，啊，我刚才讲了差不多啊咧，肉包一定爱哦。差不多啊。想看卖啊无啦，你伫咧考虑伤久啊，讨论我伤久啊，安尼唔得你赢啊！真正是莫想伤久啊，买落搁讲一摆肉粽。肉粽你讲过啊？好啦，来看卖啊者，咱搁有啥物无讲到？其实咱讲真济去啊，嘛愈想啊，巴肚愈枵。嘿，冬仔米糕啦，好。饭丸啦，搁有鸡排啊，无有阿伟拄则你讲鸡排啊伊变形，变色水饺，水饺，啊，搁有拄则是讲一啥物汤的？啥物汤？大汤，蛇汤，伊拄仔讲蛇汤，我惊一跳咧。恁老爸是一斤的，以前的哦，阿嬷阿嬷一斤，互鸭子加掉，互鸭子加着。所以伊啉蛇汤，好，我互鸭子加一加着啉蛇汤补就对啊啦，是这个意思吼。我想看卖啊，我这不你甲我补呢，介特别，介特殊，毋过咱今日学着啊哈。好，袂歹，恁拢总有赢着我一关，这关你会当摕着半个金箍箍。哇！来哦，上尾关准备接触现代家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3、
山顶海味哦，咱今日讲几工啊？啊，嘉义有一个所在，伊有一出菜哦。哦，山顶海味全部拢包伫内面，咱即摆就用目睭带恁去食看卖。好，现来家。今仔日来到嘉义的布袋渔港，听讲遮哦有互人会流嘴烂的山顶海味哦。啥物？肉丸？肉丸有啥物好稀罕的？因为传统肉丸就是肉丸个笋啊嘛，阮想讲啊，渔港这个所在应该会加一寡无共款的入去，所以阮搁加上干贝啦、虾仁啊，就变全国上界大粒的肉丸走出来。哦，原来哦，这毋是一般的肉丸哦。毋过讲到肉丸，恁敢知影肉丸是安怎开始有的咧？伊的源头倒一种讲法较对咧？哦，肉丸的源头起源是伫倒位？安怎较对？咱来听看卖啊！白雪雪甲红吉吉安怎讲？白雪雪为头讲到尾，互恁考试绝对袂掉车尾。相传伫咧中华宝岛有一年大水灾，啊，即个哦田园拢去水都淹去，大家拢无物件通好食。有一位先生，伊将即个番薯拍打磨做粉，啊，甲即个肉甲掺落去，啊，互遮个灾民食，啊，灾民感觉哦，遮尔好食，原来这就是肉丸的由来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有道理。但无有道理啊！咱听看卖红吉吉安怎讲？听爸讲大代，听翁才厉害，互翁吉吉来讲恁知。这因为较早咱南部的农村生活真正是足艰苦的，咱若日头出来，咱就爱开始做工课，啊，一直做到日头落山，咱才会当休困。所以这时间真正足长的。啊，你看肉丸细细粒啊，啊，炸伫个身躯边嘛，足方便的啊。所以咱若腹肚枵的时阵，就要随时家己摕起来食。安尼恁知影无？哦，方便炸啦，方便炸咧身躯腹肚枵就摕起来食。哎，细细粒仔嘛，这是肉丸的由来。阿伟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谢谢。白雪雪讲的是安怎？是白雪雪讲的？安尼较有道理。福君的？嘛是白雪雪。是安怎？是白雪雪？因为真正真好食。真好食。哦，伊讲甲互你感觉好食就对啊啦。哦。形影的。我感觉是白雪雪。小爱，你感觉咧？白雪雪。是安怎？是白雪雪讲的？我唔知哦。所以你想要投白雪雪，请举手。哦3票半，所以你要选的是白雪雪。干嘛呢？然后。所以你要选的是白雪雪。干嘛呢？然后。错掉！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你真正是蛮好跑啊！哎呦，赞哦，得到半金箍箍啊哦！加油，第2题，兴来家。这碗肉丸就是山顶海味，对山面的香菇、猪肉到海内底的干贝、虾仁，逐项有，而且佫经过特别的加工，食起来哦，皮酥酥、鸭软软，一脆过一脆，非常的煞脆哦。讲到煞脆，我就想到一个词，叫做煞脆尾。恁敢知影是啥物意思无？哇，咱先莫管煞脆尾，有想要食野手？一两三，大家拢想要食。哎，你话你特别拢想要食哦？哎，真正看了就好食款的哦。无咱听因看嘛讲，看啥较有道理来。煞脆尾的意思就是哦，咱食顿若是食完哦，桌仔顶还佫有剩的物件还未食完，就是会当讲嘛是菜尾的意思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白雪雪讲的是煞脆尾，就是菜尾的意思。剩的遐个菜叫做煞脆尾。敢安尼两记记？当然嘛，毋是白雪雪讲的安尼啊。煞脆尾这个意思就是咧讲，咱正顿食了后，佮后来点心，嘛是咱即摆咧讲的饭后点心。安尼恁知影无？就是你正顿食煞了，你食的迄个物件，迄个点心，就是叫做煞脆尾。恁感觉咧？是白雪雪。白雪雪。因为拄仔有讲到菜这个字。
哦，啊，玉威咧，玉威咧，你有要互恁阿兄砍去，还是你有家己有意见？哦，伊家己有意见。来，咱听看卖。大声讲出来。红记记，哦，对，是安那咧？爱较有道理。较有道理哦。天命，我感觉是红记记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讲刷去味嘛，味就是最后食一个，我感觉可能就是点心啊。哦，来投票者，投票投票哦。恁感觉是白色色的车野手？刷喙尾，就是菜尾，敢若一票。一票。好，福军。感觉是红记记的车野手。哎呦，对，有3票。 3票。敢真正是饭后点心呢？你选择的是红记记。好，敢安呢？调好。讲对啦，我赢对啊。咱剩落来的菜就是菜尾，啊。哦其实刷喙尾的意思就是饭后点心。来，你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，总算是摕到几个金箍箍啊！有2个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，很来个。哎呀，要选啥？要选啥？头先咱的玉维一直伫讲啊，到底要选啥？你有感觉？有想要选哪一个？等尾山牛，等尾山牛。长尾山牛啊！明辉了。你要问回咯？啊，因2个要长尾山牛，我小爱。伊搁吐一口气。好啦，听恁的啦。所以第一个先选长尾山牛。莫讲我对恁无好啦。今仔日啊，玉维会当讲是咱节目上有气、上有气的一个探险队员，吼，5岁。伊5岁，伊上有气的探险队员。啊，第一个我上细汉，结果我上强。对，你上细汉，你上强，所以我你一届机会，就是我送你一个金箍箍，甲你讲，这个唔是宝藏，无伫个遮内面，我袂甲你骗。好。直接送你哦，因为是你上有气的哦。你回我了。即摆共款还有2届的机会哦。好。所以你要先选2回咯。对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就交予梅花鹿啊，请起落。哇！对啊，得奖啊嘞，颁奖哦！哇！会当得到咱的高水豆片粽。对啊！我厉害嘞，就厉害嘞！一大一细呢吼。对。通啊摕到2个咧，你看嘛，这顶头是啥物图？鸟啊！学台语，你看我。啊，搁摕到礼物，就是欢喜。对啊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